象。我来同大家讲的是，从2012年9月开始，政府开放大陆学生来台湾读书以后，促进两岸后生二代的学术交流。冇错，除了学术知识以外，文化的交流也是开放后的好处之一。今日，俺就出来谈看从广西水金来到中央大学读书的王同学。在参观中乐刘氏园艺体、中乐范氏种子果品堂，还有苏澳后氏木公司以后，伊对台湾文化的印象和感想。水警是为到中国广西省赣州市，见面大部分讲水警合会。虽然老台湾时海太平洋掠到强调讲话入到唔顺，不过汪同学讲寄来到台湾后谈到合会是入到亲切嘅感觉。汪同学创设水警合会是讲的动流力，但从大部分嘅客家人强容，合会强到乌卡容，冇嘛嘅机会到高容到。在文化保存方面，汪同学未讲，认为工业发展嘅方向，水警改变未从台湾客家体系强容，当到客家老屋都有本人拆体嘅可能。哎，把人家以前写这些3个事，就是我小时候的事情嘛。就是以前小时候的时候，就是经常会有那种三合院里面会有那个天井嘛，然后天井那边有生态，就是所有一个家族里面所有人的那个神，就是逝去的或者他祖先都摆在那边。然后但是这个是一起的，就是会围在一起，就是你叔叔伯伯乃至于说你爷爷的兄弟，那就隔了一点远的那种，也会住在一起。然后但是小孩子就是在那天井，那现在，然后长大了再回去看的时候，虽然那个房子还保留着，但是就是感觉就不一样，因为比较没有人在那边住了，没有那种人气了。再然后就直接拆掉了，就没有这个东西。老屋唔但强做得促进贵改革出改向心理，咪做得留下当到传统客家风丰富嘅特别建筑景观，韩国佬形容有关系嘅建筑设计，从传统和丰富大门顺嘅天公路、石狮厅，也系两性家。汪同学表示，广西水警未有亲像嘅习俗，不过去到水警已经动手看到咧。一般都有办，因为因为那个有这种习俗一样，然后但是因为建筑地啊比较少，比较那种现代的建筑秀，所以就这种东西比较少出现。从汪同学对台湾客家老屋景观嘅感想度，我哋就得晓得水警改变嘅客家文化未才慢慢流失，唔但像系台湾长入那种情形，作家热夫曾经讲过。为非体日嘅民族，从非体家嘅文化开始，故所系讲希望自家嘅族群做得到未来继续留下来，所以文化嘅保存系非常重要嘅。客家新闻罗昌伦、关平乡、钟玉凯采访报道。